请谢牧师讲的题目是最主的温度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咱的礼拜，伫咱的礼拜中的服侍，用咱的青少年做主题，是为咱的中会定伫今仔日做青年的主日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真好的一个意思，意思是讲强调连教会，咱来看重咱的青少年的时间。拄仔咱毋知影，伫头前徛的这青少年，伊个看拢总几个，较无50个尔。毋知偌久的时间，咱的教会无遐侪青年伫主日礼拜中间的服侍。总是我知影，我伫即个所在，伫即间教会，咱对一8天的时间来栽培这青少年。我望因会当比咱较强，我望因当比咱较好，我望因会当比咱较敬虔。这是将来教会未来愿望，咱需要安尼栽培，咱需要用心伫因的心情。有一摆咱青少年去中华教会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，已经中华教会长老甲我问，恁个教会青少年哪会遐济？我讲阮来，还佫有真侪还未来。伊主要要甲我问讲是安怎较济，我干那甲伊笑笑尔，无甲伊讲答案，因为通常迄个答案毋是3、5天就会当得到迄个答案。我敢知影讲，用8天的时间伫迄个所在来付出，才有一种成果，迄毋是用一句话来争取答案。我相信这是我心内即种的愿望。头拄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你甲咱讲起有一个伫信仰顶面真老练的一个传道者，伊要栽培一个后辈，就是保罗先生咧栽培伊的后进，就是提摩太。要安怎样伫即个信仰的顶面会当有一个真好的传承？这嘛是今仔日咱的教会所拄着的一个问题。咱的教会有上年、有壮年、中年，阁有遮个少年、青年等等遮个。咱要安怎来做这种传承的工作，是非常要紧。毋是干那放手互因，咱来教导因，来帮助因，互因当成长。保罗先生伫遐教导这个提摩太，伫遐甲因讲，毋通因为你的年轻的关系，互人来看轻你，嘛毋通因为你是一个少年的，所以伫伊个信仰的顶面袂当成做其他的人的一个模样。所以保罗先生伫迄个所在，甲提摩太安尼讲，你内心爱有这种心志。少年人爱有这种心志，这个心志要安怎行？然后保罗是迄个所在，甲伊强调，毋是要伫遐宣传你家己少年，你家己几岁，你家己偌有成就，是偌有才调，毋是要宣传一个，那伊是伫大家面前爱活出一个基督徒迄个有的迄个品质，伫少年人的成就，就爱已经有，然后活出少年人应该有的迄种生活模式，然后爱应该有迄个属灵信仰的追求。所以保罗。而且来提醒提摩太，这个是一个上基本，然后有5项代志是做门徒基本的一个要求。然后保罗伫这个所在，安尼甲提摩太伫遐讲，爱伫行道、疼心、信心、清气、讲话坚固顶面，才会来成做信徒的模样。7月7日到7月，咱的青少年50个人，计算对到家己烦恼教会。伫遐来举行即个短期的宣教的即个事工，迄间教会真细间，无冷气，伫时啊，敢若靠11支电风，一直吹，一直摇，因为迄个电风逐支是吊咧壁顶，所以一直摇，一直摇，非常的热。60几个遮个儿童，加上咱15个遮个咱青少年，阁有因当地的教会几个青年伫遐来参与。遮尔大阵的人，伫遐尔热的礼拜堂中间，咱的遮个青少年礼传队嘛欢喜伫遐来服侍，服侍什么？服侍伫遐对即个社区有真大的祝福，替即个社区来祈祷，所以有一个兴奋祈祷。第一天去拄落雨，所以野雨伞兴奋祈祷，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。然后中间早起时啊，逐工早起有一个独家探访，伫即个环路教会附近迄庄脚的社区的所在，伫遐来做个别爱家爱户每一户入去的内面，甲因伫遐来当耶稣祈祷，然后有机会到伫嘉义基督教病院伫迄个所在，嘛做音乐的服侍。每一天下晡对2点开始到4点半，就是因儿童营的教学。迄个教会准备甲备办，包括着将礼拜堂的椅仔拢搬出去外口，
将涂骹逐工爱从拖把甲伊拖清气，包括食饭、洗碗、传刀啊、桌顶款遮个物件，然后倒粪扫等等遮个。对信用的物件，甲因的生活后世，包括洗身躯的时间的分配、甲地点等等遮个细节，好亲像拢真济咧，互因学习。包括伫迄个每一天结束了，暗顿结束，啊，伫迄个所在分享，甚至有一个检讨，一天的中间教学有啥物款的发生，我看见遮个青少年伫迄个过程中间有真大学习，无输大人，因拢咧做小基督的精兵，咧做主的门徒，学主的门徒。圣经无甲咱讲，做主的门徒是对几月开始，总是。咱若会当愈早知为因的时阵，互因愿意有迄个心伫遐，迄个环境是非常无好。昨我甲遮个青年做阵食饭的时阵，我甲因讲，好，我去啊，去互迄乌米网啊顶工，到即阵，到今仔日手啊搁一步一步，洗泡啊，一点啊，迄足上的，已经一礼拜过了，搁足上的。几千讲，牧师我嘛是共款，你看好。迄所在树啊真济。乌龟仔网真济，所以大家拢甲所有迄个上界宝贵物件摕出来，绿油精啦、万金油啦、美索林党啦、薄荷油啦，什么宝贵拢摕出来，吼，会当抹尽量抹，会糊的尽量糊。是一个真特别环境，总是咱的青少年欢喜伫迄个所在来学习。其中一项我有一个个别生活，佮搬倒来彰化，啊，迄暗暝教会中间有一个分享。听讲因拢，我敲电话去讲，恁总爱甲你休困啊，11点外搁你分享，哦，你人讲感动甲分享甲感动甲大家归流，伊一个衣裤啊，啊伫遐牵手祈祷分享。听讲卫生纸用2包，迄工嘛掠足济，比较出来，因卫生纸吼摕来拭目屎拭了吼，家己用了，啊，等下涂骹就亲像水饺同款。真侪学习，哦，真侪感动。上帝互因伫即个环境中间，迄是一个真无好的环境，大个环境嘛无好。查甫囡仔困礼拜堂的，迄个讲台顶，拖伫困顶头，愈会蹛图书馆内底涂骹。大家用上界刻苦的迄个方式，啊，伫遐来完成遮个，总是因伫迄个中间体验着有上帝同在。传统因防拒绝，这是正常的。传统你无防拒绝过，你袂晓做基督徒，袂晓做主的门徒，因体验着啊，哪会大家拢信耶稣，毋是遐简单。总是伫迄个拒绝中间，因也知影讲有主的同在，就无惊吓。防拒绝嘛是笑笑欢喜，主照顾你，耶稣疼你，嘛有真感动的代志。因伫迄个所在，嘛有找着旧的会友、失的会友甲友群，到伫上帝面前，因搁第二代搁去来探访。上帝呼召人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较要紧的就是呼召迄个人，受呼召迄个人，上帝爱咱伫遐来做伊的门徒。不管那是年轻、少年、中年、壮年、上年，主要是上帝咧切克咱，然后安尼，即种的稳定，上帝即个稳定再当加速，速度搁较紧，来扩展伫遐个上帝稳定要临到遐个所在，透过遮个主的门徒去做成上帝遮个事。所以若是安尼讲是，咱讲咱做主的门徒，主要是。咱要甲主做同工，咱要甲主做同工，然后诚做咱上界荣耀伫即个地面上的代志。会当甲上帝做同工是无容易，就是上帝欢喜来呼召咱，互咱会当参与着遮尔啊神圣、遮尔啊要紧的即个事工，然后咱就诚做这是一个身份受看着。咱的青少年有真济，即摆我甲伊伫遐烦恼几工的中间。一方面甲因相甲参与，一方面观察。我看见普通时啊有真济看起来真掂的囡仔，总是伫迄个过程中间，因学捌真济代志，知影要安怎做遮个代志。有诶甲生活有关系，有诶甲信仰有关系，知影伫遐彼此谦卑，毋是靠家己，若毋是上帝怜悯甲因同在，因无法度做成遮个事。到最后是要离开诶时，第一工煞乒乓，遐个囡仔吼根本就无咧插遮个老师。无咧插伊，伊毋捌你，所以大声细声跳来跳去，足歹管理。到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阵，足侪小朋友讲：老师，啊，恁明年会阁来无？
老师，啊，你要走没有？那时间过遐紧着，有真侪疗伤未到迄种的感动。上帝互咱伫遮个青少年的遮个心情，遮个短宣队的心情体验着。少年人有真侪机会，少年人有真侪机会。总是咱若要将迄个机会放伫咱的信仰中间，迄就是咱上界大的一种上帝互咱的祝福甲维持。愿咱的青少年伫咱的服侍过程中间，无论是伫短宣队也好，无论是伫咱的团契也好，咱拢知影，8年轻的时阵为主做工，8年轻的时阵，互主来用，我相信，迄是人生的中间上介好的一件事，无比这搁较有价值的。毋是讲咱青少年，咱在座每一个人，无论咱会当活伫什么时阵、时刻、地点，拢会当把握机会，互主来用，互主接见，我想这是咱做上帝囝儿女上介属意的一件事。互咱伫咱的青年主义中间，咱的青少年拢会当有主用，每一个青少年拢成做主的小门徒，主的小门徒。逐个所在拢为主来发光、做光、做亮，荣耀上帝。当时马头来祈祷，是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会听你的里面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知影，阮就当阮受你呼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时，阮就是要成做主你的门徒。成做主你的门徒，就是互主你来甲阮雕塑，互主你甲阮操练，兼在迄个过程中间。有无啥顺阮的意思？有时阵有真侪食苦，有真阵有真侪阮疗伤未到迄种的困境，总是你要操练阮的品行，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知影安怎顺服上帝，用照上帝你雕塑的款式，才会当成就上帝你爱迄个温度的模式甲条件，然后才会当互主你呈现到伫上帝你爱阮去的迄个场所伫遐受适用。就当阮有安尼即种的了解的时阵，阮就袂感觉，阮伫主你面前受装备遮个所食的遮个苦，所要拄着遮个困境，对伫阮是有安尼啊好重担的事。上帝感谢你，互阮的青少年一几档的中间，无论是伫团契中间的学习，啊伫生活中间的学习，也是遮个特别灵修营、遮个训练等等，我相信上帝你有真大的心意伫阮的永福教会青少年的中间。我相信伊的成长毋是无原因，因为上帝你互伊看见，伊个团契中间就是一个属灵的家庭。伊要伫遮成长，伊就爱伫遐关心付出，然后装备家己，互其他的人嘛甲因做阵成长。主感谢你，互因切切去即种的学习的过程中间来，知影成长甲老练是啥物。主感谢你，互阮伫中华中会今仔日国教会，阮拢要伫即个所在来呼吁青年主任。青年、少年是教会未来的动力，我们要栽培因，互因会当发代志，伫信仰的顶面搁较潜在，诚做成熟老练的小基督、温度等等，我们需要学习上帝你所要甲阮教示的这道理。愿主你也帮助阮，互阮的青少年个人透过伫年轻的时阵，也要献心伫主你的面前，互主你来操练。伫因一生的中间，无论是功课，无论是事业，无论是因将来结婚的伴侣，也是因以后行到上面这个阶段，拢有主你的听，相随伫因的中间，甲因相共同行天的道路。愿主你安尼赐福伫阮的中间，也互阮伫今仔日敬拜入面体验着，阮搁一摆要倒来到伫阮少年的时阵，迄种心境，跟主你的脚步来行，亲像基督的精兵一般样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伫你面前安尼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。阿门。